強力後枕頸部牽引器佩戴教學，選擇合適尺寸。開始之前，請先睇啱尺寸，先至着得舒服。頸直徑比較粗或者超過15厘米嘅人，請選大碼；頸直徑比較細或者少於15厘米嘅人，請選細碼。產品結構：下面兩張圖俾你即刻下明呢一款頸椎牽引器嘅構造。正面可以見到上面扭掣同下面扭掣、下爬鍵同埋膊頭鍵。側面一樣見到上面扭掣同下面扭掣、下爬鍵、膊頭鍵同埋後腦鍵。正確穿戴方法：用嘅時候建議對住鏡練習。穿戴之前，將下爬鍵同後腦鍵交叉埋一齊。注意，千祈唔好將後腦鍵放喺下爬鍵前面。將頸椎牽引器由頭頂套入去，調整位置，調好前面下爬鍵兩邊條帶，拉到夠緊。調好之後，確認下爬鍵平穩又貼實佢托住你個下巴。調好後面個後腦鍵，直到佢緊緊頂住你後腦底部頭骨下邊個位，俾到頭部一個穩固嘅支撐。呢個產品係利用膊頭同後腦骨呢兩個槓桿支點，先至產生到精準嘅牽引力，所以後腦鍵要放喺頭後面，膊頭鍵就要放咗膊頭頂。要確保全部帶都扣實而冇鬆開。準備動作：開始牽引之前，記得要頭部向後仰望天花板。製造精準牽引力嘅關鍵就係喺後腦骨建立到一個有效嘅支點，所以牽引之前，你一定要將頭完全向後仰。牽引步驟：先扭兩邊上扭掣，將頭向後頂到最高位。之後再扭兩邊下扭掣，主要力量會集中咗後腦，大約70%，下巴嗰邊大約30%。每扭一圈大約加3公斤牽引力，最高可以去到20公斤。每日2次，每次大約15分鐘。如果覺得太用力或者唔舒服，隨時將下面個扭掣反方向扭鬆啲就得。正確除低方法：先將兩邊上下扭掣全部反方向扭鬆，令後腦鍵同下爬鍵完全放開，將下爬鍵向前翻過個頭頂，慢慢將成個牽引器向上取出嚟。如果你喺安裝過程中遇到任何問題，請聯絡我哋尋求協助。